苗栗赏樱之旅只要599呢。真的哎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坐火车出去玩了。你们要坐复茶出去玩啊？糖糖姐姐，我们没有要喝茶啦，谢谢啊。谢谢你啊。哎呦，不是喝茶的茶啦，我说复茶是火车。对了，我们计划呢要坐火车复茶去苗栗玩。但是如果去苗栗的话，应该坐公茶也可以啊。公茶又是什么茶？我说公茶是公车。那如果从台北到苗栗，要搭哪个茶比较快呢？我想应该是复茶较急，火车比较快哦。对了，到了那边，你们还可以去骑吃行茶脚踏车，一边骑脚踏车一边赏樱花，好浪漫哦！好主意呢，阿公，我们好久没有浪漫一下下来。对，浪漫。较急，比较快。彤姐姐，你会骑吃行茶吗？会啊，我会骑吃行茶脚踏车。那你会开公茶吗？公车，这我就不会了。那复茶呢？我会坐复茶，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就会坐复茶，因为复茶较急，火车比较快。较急。较急，比较快。较急，比较快，你学起来了吗？较急，学会了，厉害哦！那哈哥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。张来了。